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到底要到什么时阵才会较过呢？有专家认为，这种的病毒袂堪的热，等到天气反大热，疫情就会较过。但是看这个新加坡较烧热，但是为着武汉肺炎的人数已经超过100人，参这个非洲嘛出现病例，实在互人真怀疑，到有影到热天病毒就会消失的。来听专家安怎讲。 天气冷，民众嘴暗干条条，只要冻到热天来，新冠病毒敢就自然消失的。是在高温跟潮湿的环境，它存活度是比较不好。它就是夏天，也就是会比较看不见，也看不到病例。那这个跟病毒的存活度是绝对有关系的。但是病毒没有消失啊。 专家解说，对冠状病毒的特性来看，确实伫这低温会当表现甲愈活跳。 愈高温的，这存活率就变甲愈歹，但是并无代表天气变热，武汉肺炎的危机就会解除。到夏天呢，可能疫情会稍微缓和，但是不可能这样就停止。那50度虽然可以杀死病毒，但是呢，我们人体呢不会达到50度。病毒常常是寄生在我们人体里面的，是人在传给人。那它在外面呢，可能是存活比较短，没有错。可是呢，主要是人跟人近距离接触的传染。 面对未知的新冠病毒持续扩散，热天高温是不是当予疫情减轻呢？医界甲学界也未当下定论。就算天气回温，防疫也是明个大意。